提到電磁爐，好多人會諗返起佢喺2000幾年初橫掃中國廚房嘅輝煌歲月。作為現代廚房科技嘅代表，電磁爐憑住高效、方便、安全呢啲特性，好快就贏得咗千萬家庭嘅青睞。但係到咗2024年，點解超過一半嘅家庭表示已經唔再用電磁爐啦？呢種由巔峰跌到落去冷宮嘅戲劇性轉折，背後到底隱藏住啲咩原因呢？了解真相之後嘅我徹底沉默咗。本集影片就等我哋嚟詳細了解一下。歡迎觀看本期節目。2008年前後，電磁爐嘅興起無疑係中國百姓家廚房領域嘅一場革命。佢唔單止喺技術上創新咗烹飪方式，更加喺安全性同方便性方面精準擊中咗消費者嘅痛點。電磁爐嘅核心技術係電磁感應加熱原理。呢種技術嘅應用令到電磁爐嘅加熱效率大幅提高。傳統燃氣爐需要通過明火將熱量傳遞到個鍋度，而電磁爐就通過電磁線圈產生嘅磁場直接加熱鍋底。加熱效率嘅顯著提升喺節省時間同能源方面表現得特別突出。舉個例啊，如果要燒開1升水，普通燃氣爐平均需要4到5分鐘，而電磁爐只需要大約2分鐘。喺節奏咁快嘅現代生活入面，呢種效率無疑贏得咗大量消費者嘅心。尤其係喺都市家庭入面，除咗速度快，電磁爐嘅加熱溫度亦都可以通過電子控制面板嚟精確調節，由40度嘅低溫保溫到超過200度嘅高溫爆炒，全部都可以輕鬆做到。呢種精確控溫嘅能力，對於追求烹飪細節嘅用家嚟講，係燃氣爐好難比得上嘅。電磁爐嘅效率革命仲體現喺能源利用率上面。根據中國家用電器研究院嘅一項研究，電磁爐嘅熱效率高達90%以上，而傳統燃氣爐嘅熱效率一般只有5-6成。呢種能源嘅有效利用，唔單止減少咗浪費，亦都為家庭帶嚟咗實實在在嘅節約。除咗效率，電磁爐喺安全性上嘅突出表現，亦都係佢快速普及嘅重要原因。傳統燃氣爐用明火煮飯，唔單止存在煤氣洩漏嘅風險，仲容易引發火災。而電磁爐喺工作過程中無明火，而且加熱完之後，面板會好快冷卻，大大降低咗燙傷同火災嘅可能性。舉個例啊，後生媽媽喺湊小朋友嘅時候，如果小朋友啱啱學識行路，佢哋最驚就係廚房個燃氣爐，驚小朋友唔小心掂到明火。而電磁爐嘅平面設計同埋自動斷電功能，就俾咗佢哋好大嘅安全感。呢種無明火設計特別受有老人家同小朋友嘅家庭歡迎，亦都令到電磁爐成為好多家庭為親人選購家電時嘅首選。另外，電磁爐配備咗多種安全功能，例如防乾燒保護、過熱、自動斷電等，呢啲都進一步減少咗意外發生嘅可能性。電磁爐嘅方便性亦都係佢大受歡迎嘅原因之一。由安裝到使用都極之簡單，只需要一個電源插咗就可以開始用，唔需要好似燃氣咁要鋪設複雜嘅管道。呢種靈活性令到租屋或者住臨時房屋嘅年輕人覺得好便利。此外，電磁爐嘅清潔方式亦都比傳統燃氣爐簡單得多。佢嘅玻璃陶瓷面板設計，只需要用濕布輕輕一抹就可以清理乾淨。相比之下，燃氣爐嘅鍋架同爐頭好容易積埋啲油漬，清理起嚟既耗時又費力。喺環保方面，電磁爐亦都比燃氣爐更有優勢。燃氣爐喺使用過程中會釋放二氧化碳同埋其他有害氣體，而電磁爐完全依靠電力驅動，無直接排放，對室內空氣質素更加友善。呢個特性喺倡導綠色環保嘅21世紀顯得特別重要。早期嘅電磁爐只係支援簡單嘅炒菜、煮湯功能，但隨住技術升級，佢慢慢發展出更加多樣化嘅功能，例如一啲高端電磁爐產品配備咗定時功能、智能菜單同埋觸控屏幕，用家只要揀相應嘅烹飪模式，就可以輕鬆完成燉、煮等操作。隨住發展，電磁爐仲帶有預約定時功能，用家可以喺返工前設定好烹飪時間，返到屋企就可以享受到熱騰騰嘅飯菜。呢種貼心設計唔單止方便咗返工族，仲滿足咗好多家庭對於智能化廚房嘅向往。儘管佢曾經憑住高效、安全嘅標籤深入民心，但隨住技術缺點嘅暴露同埋消費觀念嘅轉變，電磁爐一步步走向邊緣化。首先，電磁爐對鍋具嘅材質要求極高，佢必須要用磁性材料製成嘅鍋。呢種挑選嘅屬性令到好多家庭面臨要額外買兼容鍋具嘅尷尬，尤其係買嘅時候，好多消費者並唔了解呢個限制，
直到開始用嘅時候，先意識到手頭上大部分嘅鍋具都冇辦法適配，呢樣嘢就導致大量用家因為缺乏合適嘅鍋具而減少對電磁爐嘅使用。譬如話鋁、不鏽鋼或者陶瓷鍋具喺電磁爐上面完全冇辦法運作，而傳統燃氣爐就乜都得。買電磁爐之後，仲要額外買鍋嘅成本同埋不便，無疑降低咗電磁爐嘅吸引力喎。好多人買咗電磁爐之後，先發現屋企常用嘅鋁鍋唔可以用，最後只能夠放喺角落頭食塵。另外，加熱方式限制咗烹飪體驗。電磁爐通過電磁感應原理加熱，熱量集中喺鍋底嘅某一個區域。呢種唔均勻嘅加熱方式，同中國烹飪講究嘅大火爆炒同火候並唔完全契合。燃氣爐嘅明火可以令鍋具均勻受熱，炒出嚟嘅名菜口感更加好。而電磁爐嘅熱量分布喺燉、煮等低溫烹飪方面表現較好，但係喺高溫爆炒入面就顯得力不從心。例如有啲廚師指出，電磁爐炒菜時受熱面積集中喺鍋底，好難實現傳統爐具嗰種鑊氣，令到部分經典中餐失去咗佢獨特嘅風味。所以試過用電磁爐炒乾鍋菜，結果菜未炒熟，鍋底已經燒焦咗。呢一點對於講究飲食傳統嘅家庭嚟講，變咗放棄電磁爐嘅重要原因。再者係高功率運轉下嘅能耗負擔。儘管電磁爐被宣傳為節能家電，但佢實際嘅耗電量並唔低，尤其係喺高功率狀態下。對於中國大部分地區嘅居民嚟講，燃氣價格相對電費嚟講比較便宜，使用燃氣爐嘅經濟成本通常更加低。電磁爐嘅用電成本問題喺經濟社會變咗消費者主要考慮因素嘅情況下，顯得特別突出。以普通家庭嘅一日三餐為例，煮飯、煲湯同炒菜等日常烹飪所需嘅總耗電量可能達到 4.5 到 8.25 度電。按照部分地區 0.6 蚊一度電嚟計，日均電費大約要2蚊到4蚊左右，而使用燃氣爐嘅費用可能連一半都唔使。呢種成本差距削弱咗電磁爐嘅經濟優勢，尤其係對於收入較低或者電價較高嘅家庭。最重要嘅係產品價錢同格調嘅下降，令到越嚟越多人放棄電磁爐。產品價格透明化之後嘅競爭壓力喺電商平台普及之後，電磁爐嘅售價變得越嚟越透明，而高端產品同低端產品之間嘅性能差距並無俾到消費者明顯嘅附加價值。低價產品充斥市場，唔單止加劇咗行業競爭，仲令到高端電磁爐嘅市場份額進一步縮細。一啲消費者反饋，低價產品唔單止性能麻麻地，而且售後問題層出不窮。呢種情況令到電磁爐品牌陷入低價低質嘅惡性循環，烹飪習慣嘅影響亦都好大。中國傳統烹飪對火候嘅要求非常嚴苛，而電磁爐雖然高效，卻喺溫度控制嘅穩定性上表現唔好，尤其係喺需要多次轉換火力嘅操作入面，電磁爐嘅加熱速度太快，經常令人搞唔掂。傳統燃氣爐可以通過直觀咁調節火焰大細嚟達到精準控制，而電磁爐嘅電子界面就缺乏呢種手感。譬如話有啲家庭主婦話用電磁爐煮餃子時鍋底容易糊，但係上層嘅餃子仲未熟，真係既費電又唔省心。呢種反覆失敗嘅體驗，無形中加深咗用家對電磁爐嘅不滿，而且輻射安全嘅顧慮亦都一直都有。雖然科學研究表明電磁爐嘅電子輻射量低於安全標準，但消費者對於輻射始終擔心，尤其係喺一啲劣質產品，因為輻射問題被媒體曝光之後，好多人對電磁爐嘅信任感進一步下降。2024年，廣東省市監局曝光咗19批電磁爐喺運行時，輻射量超過國際標準。呢樣嘢直接導致電磁爐銷量下跌。消費者嘅恐慌心理雖然係針對少數劣質產品，但卻波及咗成個行業。噪音問題亦都令人好困擾。電磁爐喺工作時散熱風扇嘅噪音比較大，呢一點同燃氣爐靜音運行形成鮮明對比。一啲消費者喺買嘅初期並無注意到呢一點，但係實際使用入面感到不適。有人投訴話，每日喺嘈雜嘅環境入面工作，返到屋企仲要聽住電磁爐嗡嗡聲，直情令人崩潰。呢個問題喺高端產品入面雖然有所緩解，但依然係影響用家體驗嘅重要因素。由技術瓶頸到成本負擔，再到用家體驗，電磁爐嘅衰落有住多重原因。
消費者嘅期待同現實體驗之間嘅差距，唔單止令電磁爐慢慢失去市場，亦都為行業發展響起咗警號。如果冇辦法喺技術、成本同用家體驗上面實現突破，電磁爐或者會永遠停留喺曾經嘅輝煌入面。而且隨住科技發展，市場上出現咗好多其他嘅替代品，例如電陶爐、電蒸鍋、多功能電火鍋等，佢哋各有各嘅優勢同特色，可以滿足唔同嘅烹飪需求，而且價錢亦都唔貴，所以好多人使用電磁爐嘅頻率亦都越嚟越低。本期影片到呢度就結束啦，鍾意嘅可以點擊訂閱，我哋下期再見。